我再跟你做个交易，比送猫回来还要高的报酬。什么交易啊？来你7天时间，这7天之内，你只属于我。三观尽碎啊！无言，千万别再被他套路了。你有病吗？没有。那请问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，怎么会想出这么脑残的提议啊？听好了，我只是聘请你当我的临时看护，就7天。这7天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听我讲3个故事。你只要能找到这3个故事的漏洞，7天之后，我再奖励你10万块。10万块，小沈总，同样的坑，你觉得我会跳2次吗？手机到账1万元。定金。来真的啊？哇！我就一个人住，应该不用准备套房吧？这里是我的卧室，隔壁那间才是你的。就没有别的房间了吗？我生活习惯可是很不好的。随便。哎，电视里像你这样的贵公子，不多少有点小脾气嘛？比如说洁癖、强迫症、不爱跟人接触。我们小沈总除了长毛的东西，是人都瞧不上，不分男女。那我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有很多生活用品没带。我为乌小姐准备了全新的生活用品，这几天的衣食住行由小沈总全包，唯独不能离开别墅，不能向外界透露我们小沈总任何信息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那我有个请求。说。如果我完成了你的任务，除了10万块，允许猫咖续租。可以考虑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也有一个请求。你尽管提喽。麻烦乌小姐去洗个澡。没想到小沈总还挺关心人的嘛，知道我舟车劳顿，浑身疲。我闻到你身上有喷的味道，尿味。小胖猫，下次再敢尿我身上，小心我咔嚓你！斑跟别的猫不一样，它只会对讨厌的人留下尿渍。那你还让我跟它睡一个屋？看护是你的工作。我是猫的看护。咔嚓咔嚓。哼。唉，嘿。哎呀，虽然我也不介意厄运缠身，但这个霸总倒是一点都不高冷，还主动招呼我洗澡，主要是给钱大方，也算是霸总里的一股清流了。个十百千万，都是外面的人过度解读，我并不忌讳这个。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？我来带走斑。斑，小心！你占我便宜啊你！小姐，明明是你拉我过来的。你不会躲开吧你？
你瞎吗？我眼神确实不好，车祸使我的视觉神经遭到破坏，只保留了微弱的视力。1年多来，我去医院治疗多次，但都改善不大。就算佩戴眼镜也于事无补。我之所以戴着，也是因为这样会安心一点。哦，所以小姐，你大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对你别无他图。对不起啊。不过，为什么是我啊？难道这镯子上的花纹就是你留下我的原因啊？这个手镯是沈家祖辈流传下来的，有2道花纹，一道明面，一道暗纹。蓝樱花便是此暗纹。据说除了沈家之外的人，只要认出此花纹，便是佩戴者命中的贵人，可以帮他转运。而你，是第一个认出来的。所以我是你的贵人嘛，毕竟我也挺怪的。沈总，巫小姐的生活用品准备好了，我去送房间里面。嗯。干。接啦。啊，对了，小助理你叫什么？我是沈氏集团沈州的私人助理，我叫……哎呦，差点又忘了让你帮我买日抛的隐形眼镜了，帮我买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。那个，我是沈氏集团沈州的私人助理，我的名字叫……这些是给我准备的啊？沈总会喜欢的。我是沈氏集团沈州的私人助理，我叫……你先出去吧，我试一下。啊，好。那个，你可以叫我……算了。欢迎光临。切，你当我是服务员吗？这也太暴露了，我才不是这种人。这是什么非人类设计啊？打死我都不穿。切。这是小沈总的书房。没事，不要靠近。你哎，这里有电梯啊！住手！这不是人类能使用的电梯，这是班专用，你不配。跟我走楼梯。这是沈总专用的走廊。啊，你有事没事不要走这边，嗯，你绕路。啊，哎，这一间看起来很别动！谁动谁死，别动别动，啊！相信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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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是你？我已经做好早饭了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你只要伺候好班就行了。我的口味你不熟悉。哦，那班已经吃过了，我可不可以申请自由活动啊？猫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这7天自然有人帮你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那我能不能提第2个要求啊？什么？就是我能不能去你书柜里拿几本书？什么书？关于沈家的过往。我发誓，绝对不说出去看到的任何内容。你做的？巫小姐做的，很难吃吗？我马上再做一份。比你做的好。可见你平时并没有多上心。小沈总，闭嘴！帮我做件事吧，就当是你将功补过了。是。看不出来嘛，还挺爱看书。沈氏100年。photo 什么？看看。居然他也会笑啊，还笑得挺好看的。但这么温馨的画面，怎么他爸他妈那么严肃啊？这镯子一开始居然是他爸戴的，奇怪，他明明在笑，但怎么笑的怪怪的？差点弄到我的奖杯。你不是视力不好吗？我只是弱视，又不是瞎。再说了，视力不好的人往往听力特别好，尤其是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。我突然想起来，班该吃饭了，我去准备一下。班吃过了。我的笑容有问题吗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小沈总笑起来那是气宇不凡，如沐春风啊！你借口非要来书房，到底是为了查沈家历史，还是在查我？不是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你以偷猫为由让我相信贵人之说，接受7天交易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在扶贫吗？这里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莫名其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班肯定知道。躲在这儿啊你！哎，爸，我问你，你家那奇葩主人刚才神经兮兮的把我从书房里轰出来，活见鬼似的，
难道真有诅咒之说？不是那是为什么，2点。 ？2点会怎样？会死。死？谁死？沈周吗？说话呀你！我知道了，不是你没说话，是我突然听不见你的心声了。这是为什么？糟了！沈周，无言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醒啦？可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晕倒了，小助理又不在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既然答应了你7天约定，就会对你尽职尽责的。吴小姐，可以陪我下吗？这张照片是我和我父母最后一张全家福。之后就发生了不幸吗？刚刚音乐会上，我们的儿子弹得不错吧，老沈？确实出乎意料啊！之前你说的那场国际钢琴比赛，我看儿子拿个名次也不是件难事。来，给你的奖励。我不要。那场车祸，就只有我活了下来。诅咒之说也开始甚嚣尘上。现在几点了8点。准备好开始听故事了吗？要不还是改天吧，你还是应该检查一下身体，大不了我就送你1天。死不了，以后这件事情你不用太在意，不然我自己也不舒服。第一个故事就从镯子的设计者叛逆公子沈星林业逃婚讲起。
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男的没？啊，往那边去了。哎，好嘞，走。追你的人已经走了，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，我叫初夏。我们认识之后，他教我读书、写字，可我家境清贫。动手吧。这么好的辫子，你舍得剪掉它吗？不舍得啊，所以让你帮我剪嘛。那你为什么要剪掉它呢？我爹欠了很多钱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可是讨债的还是天天过来。我见外面有人收辫子，就想着多少能卖点钱，至少能换一日清静吧。你家在哪儿？滚！以后不准再来找他麻烦，否则沈家的人不会放过你们。沈家，走。你没事吧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他们好像很怕你。寒冬，正好陪你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写个借条给你吧，钱我会尽快还上的。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儿。看得出你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所以我更不想低人一等了。他们是来抓你的。你离家出走了。锦衣玉食的生活不好吗？我是人，又不是狗。我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对了，我还没写欠条给你。欠条的条要怎么写？看好。这就是初夏和沈星的相遇。在那之后，沈星资助初夏念女校，教她认识不一样的世界，而初夏能给她的，只有一颗最真挚的心。
我现在已经不是阔少爷了，你还愿意收留我吗？我才不管你过去是谁，反正现在你是我最大的债主，我养你。两人相恋的事很快被沈家知道，沈星不顾家族反对，再次离家出走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再也不孤单。虽然日子很艰苦，可两人都努力去承担，不愿屈从既定的命运。然而，这世间真有不变的誓约吗？你是不是有话想要对我说？马上就是入学考试，进入女校是你一直的梦想，不能因为杂事分心。所以，我马上要回家处理一些事。我昨天清算了一下，我只欠你最后一枚银元了。债还清了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所以，这就是你手镯上蓝银花的来历啊。那后来呢？沈星再任性，也得为了家族产业孤身一人去南阳。临走之前，两人相约见面，那也是他们二人最后一次见面，从此开始了沈家的100年诅咒。我听同学说，只要下雨天能守住一夜烛火不灭，上天便能听到他的心愿。因为在上天眼里，雨水是许愿者失望的泪水，便会送他一个愿望。那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所爱之人平安喜乐，无拘无束。对不起啊。答应我，我们今天谁都不能说这几个字儿。我答应你，等我从南阳回来了，就马上回来找你。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我又不是你什么人。给我1年时间，1年之后，我就回来找你。你认定我会等？如果你中途改变了主意，或者是你不愿意再等我了，请务必要在这里留下书信，就当是告诉我了。既然已经决定去南阳了，就干脆点吧。可我担心你啊。再为我梳一次辫子吧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从零开始。初夏，这是我欠你的最后一枚银元，明年今天，我等你亲自来拿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初夏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而沈清则在南阳结婚生子，早已记不起教堂的琴声和那个年少时的约定。
也是从那时开始，沈家再无宁日，诅咒缠身。起初，族人们并不相信，可祠堂开始闹鬼，接着便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幸。有人说，那是初夏的怨气作祟，他找不到沈星，便只能报复沈家人。沈星听说此事之后，便叫人打造出瓷管手镯，将心中的所有愧疚雕刻成了蓝樱花的图案，不是为了纪念，而是为了辟邪。可是用过往的美好来补失遗憾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自从手镯供去了祠堂之后，不幸之事也顺遂了很多。渐渐的，大家也都忘记了这段往事。直到2年前，我父亲将手镯送给我，不幸的事情又再次降临。你是说那场车祸100年之后，诅咒依然还在。可是我觉得初夏应该不会是遭遇不幸会殃及无辜的人。我不相信推测，我只相信证据。如果我说这镯子是初夏留给沈星的呢？你知道蓝樱花代表什么吗？绝望中等待爱情，虽败犹荣。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我等着你明天的解释。是什么解释？证明给我看，这手镯是初夏的，否则定金收回。我只是随便猜想一下，怎么就装过头了呢？现在怎么办？1万大洋就这样还回去？找奇迹说的那个阿肥问一问。阿肥队长，能不能帮我挖点沈家诅咒的料啊？绝对要保密哦。欢迎朋友们关注探灵直播。那这次有忠实的粉丝来信呢，说是要了解沈家诅咒的秘密。饿了。组长，我马上就起来给你做。你再说一遍。饿了。太好了，我又能听到你说话了。上次灵力突然消失，我还以为再也回不来了，吓死我了都。幸好现在回来了，老班，爱死你了。嘿嘿。不过为什么灵力又突然回来了呢？难道跟沈周有关？早安啊，小沈总。走。我现在就去给班准备早饭，顺便也给我做一份。开动吧。等一下，这也是班的，这个才是你的。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能吃。那麻烦一会儿支付一下加班费啊。相信沈总这么财大气粗，应该不会是霸王餐吧？
距离找出答案只有10个小时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这件事吧。搞这么神秘，其实都是人心在作祟。哎，幸好有你告诉我这里有百年宝贝，不然都愁死我了。好处，我给你拍胸脯保证，7日之后给你搞定一大票美猫，办个大 party。主人。我懂，背着你主人。不过班哥，这里真有百年宝贝？那密码是139229。嘿，哎，你是不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啊？看情况。那我带你去看个东西，保证是天大的惊喜，敢不敢应战？带路。走。到了，这里就有我说的神秘惊喜。这里尘螨味很重，该不会是……没错，就是那个生人勿近的神秘房间。我的助理告诫过你，这里任何人都不许进。如果我说这个房间里就藏着答案呢？究竟是秘密重要，还是答案重要？沈总任选哦。我选 B， 跟着我这个贵人走，入股不亏啊。带路。我来。你怎么知道密码？你猜喽。惊喜呢？打开盒子就知道了。八音盒，我保证把它修好之后会有更多惊喜。都过去这么久，它还能发出声音吗？我都查过了，它就是些小毛病，跟着网上的教程很快就能修好了。谁修？当然是我啊。不过这里太黑了，还是去外边修吧。门怎么打不开了？这门锁太老旧了，打不开也正常。啊，这么说，我们被困在里面了。我突然觉得好像偶像剧情节，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进入关键时刻，除了霸总谁都不在线的恋爱速成套餐啦？别在这儿做梦了，
有时间还不如赶紧打个电话。对对，糟了，我手机没带，你带了吗？我要是带了还用问你吗？我们可以叫小助理开门。小助理，开门啦！别叫了，小助理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这个点儿他出门干嘛？有这个功夫，反正也出不去，不如就修一下八音盒喽。呦，修好了。走，坐。把镯子给我。把手给我。摸到什么了？纹路。再试试这个。跟手镯不一样，但凸起的部分却很相似。这个是八音盒的音筒，上面的凸点代表音符，这也就是发声的关键。所以，蓝樱花手镯凸起的部分其实是音符，这八音盒是沈星的。我咨询过八音盒爱好者，得知这个八音盒产自30年代，但里面的曲子却是来自20年代唱诗班的片段，谱曲者叫沈夏。所以呢？所以当年的背叛者其实是初夏吧，她也就是你曾祖父唯一的妹妹，沈家千金沈夏。所谓沈星，原名陈子欣，她就是当年唱诗班的学生。追你的人已经走了，我叫陈子星，你呢？沈夏。所以你之前的故事里，一切都是颠倒的，真正去南阳的是沈夏。你为什么要隐藏初夏？不，沈夏的真实身份呢？因为沈夏对于沈家来讲，是个不愿被提及的异类。所以连名字都不配被记录下来吗？可笑的是，沈氏百年虽然抹除了他的生平，但是却如实记载了沈氏曾有一女下嫁南阳，荣耀一方。你就是通过这个才查到沈夏？是。所谓的闹鬼，是他被逼疯了是吗？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猜的没错，沈夏被我曾祖父用计嫁去南阳，不过他无法接受家里人安排的政治联姻，而且他放不下陈子兴。那沈家人又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们听说沈夏要和陈子兴私奔，就用尽各种方法把他抓了回来。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，便将他锁到了祠堂，直到出嫁。真狠。这手镯是沈夏留给陈子兴的，是我们偷走了它。多年后，
沈夏从南阳回来，陈子兴却再也找不到了。如果我有一双翅膀，能够自由地飞翔，我会背上手中的木吉他，一同去流浪。如果你也有双翅膀，是否会像我一样，带上你最爱的木吉他，相遇在那片云朵上。我叫陈子兴，你呢？我一旁轻轻弹奏，你轻轻唱。你说你多想有这样一个伴，沈夏也郁郁而终，可惜30都不到。没有那样的夜晚，当然他也没出现。我依然抱着这把木吉他，把最后一句词唱完。那后来，沈家人又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们听说沈夏要和陈子兴私奔，就用尽各种方法把他抓了回来。这手镯是沈夏留给陈子兴的，是我们偷走了它。虽然你家祖祖辈辈干的不是人事儿，但我还是坚信诅咒和沈夏无关。他恨毒了族人，否则我爷爷、我父母又为何惨遭横祸？那你告诉我，沈夏为何郁郁而终？因为他摆脱不了自己沈家小姐的身份，却又没有别的什么出路。不，因为爱而不得。亲情、爱情于他一生都是爱而不得。这镯子有一明一暗2道花纹，最初只有1道音符，代表他对未来的期望。后来他发现他这辈子都是无望的，只好用蓝印花盖住了曾经的音符。这不是诅咒，是沈夏没来及送出去的情书。如果你坚持是这些影响了你，不如就解开这个百年心结，成全他。你又如何让死去100年的人重新相见？否则如何解？至少第一步，我们可以先解开这个镯子上的音符。可惜，我们自己还被困在这儿。哼。还好窄呢，保安来花了3分钟，开锁花了30分钟，不如直接拆了算了。不过，如果这次交易咱们合作愉快的话，不如以后在猫咖方面多多合作，入股不亏。最好注资一下你的猫咖，房租一并减半是吗？霸气，果然和偶像剧哎！以后我哪天想不开了就来找你，保证一开口就把人气到爆炸。我拖鞋呢？这才来几天就在雇主面前原形毕露，一点仪态都不要了。哎，我已经相当到位了好吗？每天还要看你穿什么来搭配自己的服装、口红、眼影色号。上次这么隆重，还是给你送外卖那次。你都不知道，你那小助理送来的衣服都1点40了。你有药没有？要不我现在去给你准备更好的药去。不行，就你一个人在家，小助理又不在，你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总不能让班来照顾你。你是打算一直提醒我，
上次多亏有你，我才能安然无恙，是吗？不是啊，我纯粹关心一下朋友嘛。人与人之间是有界限的，巫小姐，你越界了。手机到账5000元。这5000元是我给你这2天的额外酬劳，人情往来嘛，我懂。终于接电话了，我还以为你连你唯一的叔叔都不理了。说重点。听声音，你好像很不舒服，应该找时间去看看大夫了。你已经很久没去复查了啊，改天我来安排。我。胜算大吗？50%，但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连50都没有。照原计划来，不过是损失一些视力，即便是一辈子都看不见了，也总比死了强。好。原来在你们所有人眼中，我沈周真的就只是个废人。大傻，我没想到你会来。能赚到您老人家的5000块大洋，证明我能力还不错。为了下一个5000块，我当然要好好表现表现。这不是越界，是我应有的职业素养。其实我只是不喜欢麻烦别人，总觉得应该跟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我懂啊，潜台词就是我不麻烦你，你也别来麻烦我，互不干涉。只能说大家的三观不一样，没有对错之分。况且有些感受你应该比我还深吧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头痛的原因？不然不应该想到耳机。当然是我们可爱的斑斑说的喽。我就知道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你一直以为要命的钟声就是诅咒的来源，所以我想和你打个赌，等镯子的秘密一解决，钟声就会消失。胜者需要答应对方一个盲盒条件，你敢应战吗？好。那我要赶紧录下来，以免你反悔。你是已经修复好音符了吗？接下来的事儿需要沈总亲自出马。原来只能我出面办的事儿，就是出钱啊！1小时内修复好镯子上的音符，还传真了份乐谱，只能靠钱砸。然后呢？
我根据八音盒的片段还有资料，找到百年教堂应该就是在这儿啊。当年沈夏去了南阳之后，因为战乱，这儿就荒废了。后来还是政府出资才重新修缮的。你到底要找什么？如果他们教堂的约定是真的，那架钢琴应该也还在。当年沈夏发现自己被骗后，想要私奔才被家里人软禁。不过，这跟钢琴有什么关系？你想啊，沈夏要把音符搁在镯子上，无非是想通过音乐传情，让陈子兴等他。同理，陈子兴也会这么想的。琴声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回忆，不可替代。钢琴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忽然在想，诅咒的真正来源会不会是来自于陈子兴？我的沈总，外面的人都传接近你的人会霉运缠身，你看我怕过你吗？我最不信这种人云亦云的东西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儿有没有大概100多年历史的钢琴？不知道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您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架很古老的钢琴，差不多100年历史啊？你不是眼睛不方便吗？我还长了一张嘴，我可以花钱找人来帮我跑腿。有什么发现吗？他们都说没见过这么老的琴。意料之中。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。就算是找到了钢琴，如果故事没有完结，承诺也算作废。奸商！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我耳朵还好使，知道你在骂我。哎，我想到办法了。咪咪，怎么啦？哎，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啊，你们知不知道这儿哪有一个100多年历史的钢琴？以前在教堂里好像有一架。哦，你们还知道什么？后来好像被放进仓库里了。仓库？到了。你是不是对尘螨过敏来着？很帅，开录吧。你先站着别动，我来清理一下。哎，真的有钢琴哎！哇，咦，请坐。哇，不行，哪儿不行？
把手给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集中精神。你难道不觉得这样有点重吗？我还是起来吧。那就减肥了，一劳永逸。哦，对了，我去把琴谱拿给你。那你真当我是天才不成？当然，我们小沈总有什么不会的？这里有问题，你去检查一下。这个琴都这么久了，有点毛病也是正常的嘛。不对，只有这几个键。我去看看。哎，这有个信封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有问题的？只有这几个音不对，所以我是怀疑有人偷偷做了手脚，应该就是为了提醒弹奏这架钢琴的人。陈子兴，只有他最了解沈夏的音乐。我看看。还有个银元。沈夏，若你能看到这封信，我或已经不在这世间了。他已经在南阳结婚了，放下吧。追你的人已经走了，我叫陈子兴，你呢？沈夏。他慢点。这是我全部积蓄了。我想把钢琴买下来。我也不认识什么朋友，就只有你一个加油了。你身体越来越差了，这
这些钱拿去买药吧，何苦这样折磨自己？没事儿，有了它，我的等待才有意义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他会回来继续弹两支亚钢琴的。他的信里写的这么洒脱，可终究放不下的还是他。我想，如果真有怨气之说，那也就是他们2个人都想告诉彼此，自己没有忘记。可惜，陈子欣没有听到沈夏的琴声，沈夏也没有看到他的情书。恭喜你，你赢了。我会背上手中的木吉他，一同去流浪。赢了还不开心？只是突然觉得100年真的好长哦。最爱的木吉他，相遇在那片云朵上。我一旁轻轻弹奏，你轻轻唱。这个东西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没有星星的夜晚，想象自己还什么都没有呢。我再也不会相信这是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吗？想不想帮他们完成心愿？想。如果我有一双翅膀，我会四处去翱翔，飞到梦中最高的大楼上，一个人歌唱，看着街上匆匆的人啊，看看自己的模样，再看看我现在的家乡，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？怎么还不来？那咱们来等多长时间？就是啊。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今天完成了一件特了不起的事儿。所以呢？所以姐姐今天心情好，允许你陪吃陪喝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谢主隆恩？放心吧，我会额外收款的。奸商！哎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公园里倒贴钱的手冲咖啡，我可还记得呢。不过话说，你看着也不像那么刁钻的人，为什么故意为难我？别吵，钟声要来了。哎，你会害怕明天吗？也许明天钟声还会再来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钟声跟诅咒无关，只不过是创伤后遗症罢了，是我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。发生车祸那天，我也跟他们吵了一架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把你的霉运都吃掉啊！你忘啦？我可是你的贵人，以后我罩着你。最好再注资一下你的猫咖，减免房租就更好了。我这辈子都不想养猫了。喂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任务啊？咱们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？
感觉有戏。想办法加快他们的关系，我后面还有新的安排。哎，你谁呀你？居然敢在我魏小姐的店里偷猫！啊，给我解释清楚！自己人，我是编，再编啊！自己人，人家辛辛苦苦养的猫，你就这么偷出去卖了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良心让猪吃了？猪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我吃。那猪就吃，跟你一样是杂食动物。你过来，你。我是帮巫小姐看店的，讲道理，谁偷猫铲猫屎？说的倒也是。不对，妍妍呢？你又是谁啊？我是沈氏集团总裁沈周的私人助理。巫小姐现在受雇于我们沈总，按照合约，未来7天他们要生活在一起。妍妍跟沈周同居了。店主，你是店主吗？铲屎大人，就交给你了。太感谢你了，我再也不要铲猫屎了。哎呀，讨厌，什么同居嘛！我就是负责猫的看护。妍妍，你怎么能为了一点利益就跟一个传闻中的不祥男同居了？7天，租约继续，还有奖金10万，10万呢！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这几天店里就放心的交给我吧，祝你幸福。我谢谢你啊，没事我挂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他要是真的账钱欺人的话，你可千万别伺候啊，知道吗？你就放心，好好照顾店，多招揽客人，别委屈咱猫主子。放心吧。沈总，下面我们总结几点啊：人与人之间深交的奥秘，约会的8大法则，福祸芳心的第1步。我让你给我找人际关系的应用心理学，你给我找约会干嘛？我帮您约巫小姐。我让你找资料是为了给班相亲准备的。你要是愿意帮忙，你可以约她去啊。小沈总。班呢？刚刚睡了，我还在等你安排任务呢，比如第2个故事。今晚停更，明天继续。我只是来提醒你，班该洗澡了。我明天就亲自带他去洗。嘿嘿嘿，现在呢，我要睡觉了，所以麻烦沈总一步。班只需要去专门的宠物店洗护就好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专供 SPA。本来这是你分内的工作，不过因为担心班，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哎，给猫洗个澡而已，至于穿的这么有仪式感吗？怪不得店家要翻倍收费。我每天的着装都是固定的，今天刚好轮到这身而已。哎，你在这儿坐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嗯，新鲜出炉，附近的流浪猫指路说这家的菠萝包味道最正了，尝尝。我不吃路边小吃。哦，班可是跟我说，某些人生病的时候还絮叨，想吃小时候吃过的牛杂，吃坏肚子也要吃。怎么，牛杂就不是街边小吃了？这个叛徒，就应该让他当公公。牛杂呢，这附近应该是没有，不过这个味道应该也不错，快点趁热吃吧。味道怎么样？你不吃吗？我不爱吃甜的，我喜欢看别人吃。还想吃别的？立刻买。正是因为有班，我们才能坐在这里吃东西。其实我忽然发现，我们其实挺像的，害怕被过度关注，但是也讨厌孤独。那是你。我最初就是因为不喜欢跟人类打交道，才选择和小猫咪做朋友。那你向班打听我的消息，我可以理解为是对我感兴趣喽？你说是就是喽。还不错。如果能再尝一口传闻中的奶茶就好了。还买啊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咕咕咕咕咕，嘿，咕咕咕，嘿。你去那边看一下，看看那边有什么吃的。遵命。你呢？沈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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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跑哪儿去了？墨迹了你！沈舟，人呢？你到底去哪儿了嘛？沈舟，沈舟，哎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嘛？到底跑哪儿去了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儿。我找到你了。你视力不好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味道，还有直觉。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，你还愿意被我找到吗？少贫嘴了你！你以后一定要紧紧跟着我，不准再跑丢了，听到没有？
你在这儿休息会儿吧，有什么想吃的，我去给你买。我什么都想吃。胃口不小吗？那你可坐好了，不准乱跑。你放心，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。它太重了。以后不许在他身上留味道，他可不是你能占的地盘，懂？老板，我那个做好了吗？马上，来给你。来，慢我走要2份章鱼小丸子，还有1份串串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谢谢。你要什么？奴隶，这个吧。你在哪儿啊？哎，好。奴隶，你在哪儿啊？算了，我还是假装听不到吧，自己都一身麻烦了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对不起了，小猫咪。好可爱一点都不坏，让摸。红蟹，喂的真好，哎，有猫就不错我还想要怎么样？这样回家不如喂俩家猫。你看它眼睛真大。奇怪，是什么人啊？奇怪，最近好像经常出现。这些你准备的啊？讲故事要准备氛围感。氛围是有了，但你点这么多明火很危险的。哎，那只捡来的自来熟呢？你还有点人性吗？还把它带回来啦？你我都带回来了，还差一只小猫咪吗？再说，它吃的一定没你多。小猫咪就是最可爱的，没有人可以拒绝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商机，小陈总，想不想听听？说。现在不都流行什么犬系男友吗？小狼狗、小奶狗什么的。但要我说，什么都不如猫系男友，能卖萌，能撒娇，还能高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？所以，如果有一款游戏可以发挥我猫爪占卜的技能，利用小猫咪的心思捕获一票猫系男友，这样一来，你赚财，我赚色，岂不美哉？你很会谈恋爱吗？这是重点吗？是。哎，他好像挺喜欢你的。他很粘人，又不怕生，应该是刚跟他的主人分开没多久。哎，他腿上好像有条红线。
是我看错了？红线，这倒是跟我今晚要讲的故事不谋而合，只不过这个故事源自于我的一个梦。说说看喽。在梦里，我变成了一个背包客，不知怎的步入了一个森林。我走啊走啊，可走了整整一整天，怎么都找不到出路。完了，要是走不出去，今晚真的要在这儿过夜了。怎么这连信号都没有啊？你胆儿可真大呀！那么黑不拉几的一个木屋，你就不怕里面有鬼啊？情况危急，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张嘴！啊？警惕性真好。这些吃的可以卖我一点吗？你能看到我？啊？我一天没吃饭了，谢谢啊。这饺子是人肉馅儿的，这是人肉叉烧包，好吃吗？姑娘，你可真幽默，你放心，我会付钱的。这是人骨汤，尝尝。真人肉啊！想活命就闭嘴。来了！大了大了！
你这儿怎么会有生人味儿啊？我也闻到了，我也闻到气味。这山上每天少说有10几人来往，有点生人味儿不也正常吗？再说了，说不定又有哪个不知好歹的在附近大小便。不会是你把人藏起来了吧？人类那么弱，有什么值得本小姐藏的？我可没那闲工夫。说的有道理嘛！啊，这人类比山虫还要讨厌，把山里面的灵气破坏光了，就算山神大人都拿他束手无策。人呐就是笨，整日求仙问药，还妄图长生不死，还想骑到我们头上尿尿。人类啊，就是愚蠢，他们不知道从这里往东有一口药泉，喝一口啊，他就长生不老，还能够包治百病。如果能够再洗个澡的话，哎呦，舒服死了，妙不可言。真有人在这里！站住！是我！你死定了！哼！我要去禀告山神大人。最近吃胖了，你打不痛我。废话真多。出来吧。接着吃啊。不吃了。他们是你朋友啊？怎么，怕我吃了你啊？没有。你要是想吃了我的话，你应该早就吃了我了。再说了，我的肉不好吃，对，我太瘦了。废话太多了，明天一早你就离开吧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。那你呢？他们不是说山神大人受罚呗，不然怎么办？跟你一块儿走啊？我带你走吧，毕竟这件事儿也是因我起的祸端。吃了人肉，果然胆量的不一般啊！假的啊！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能看见我的活人，宝贝着呢，舍不得吃你。这个红线怎么扯都扯不断的吗？缘分尽了，自然就断了。这儿有水，喝口吧。药泉的事儿竟然是真的。我们昨晚说的话，果然都记得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我给你保证，我出去之后绝对不跟任何人提起的。
你也没机会再来了。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也想离开这里吗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要带我离开这儿吗？我确定。走吧。车来了，要是错过这辆车的话，我们就要等到明天了。我累了，走不动。那我背你吧。但你只能买1张车票。为什么？你要带我离开这里，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。这片森林每天只能离开1个人。你确定要让我离开？